時候咧，有請我哋陳志安主任係咪啊？上嚟同我哋抽獎。喂，土瓜灣好多人㗎係咪啊？呢個邊個嚟㗎？呢個陳主任係咪？OK。陳主任咧，本來都係抽獎，不過咧佢有雙重身份嘅。佢咧就係瑞華校友會嘅足球隊嘅領班。咁啊，請阿陳主任講幾句好唔好？然後抽獎。我都係要講晒先至肯放低個咪㗎啦。嗱，有一樣嘢咧，嗱，因為我入嚟瑞華之前咧，我73年咧有好多謝校監肯簽咗我。咁雖然咧，當我去到旺角校咧見我咧，就係馮嘉怡校長。嗱，我之所以可以參加今日嘅盛會咧，就係我都好慶幸咧，當日就冇揀錯嘅。嗱，我講呢番説話咧，我希望啲同學咧又俾咗個signal俾我。嗱，我未入嚟瑞華之前，我踢波咧就係話，如果佢欣賞個球員咧，佢就會俾啲掌聲佢嘅。嗱，如果你冇掌聲，相反就係噓聲㗎啦。嗱，都係呢個係另類嘅獎勵聲音。嗱，我冇後悔到揀咗加入瑞華呢個大家庭。嗱，好明顯咧，喺當年嚟講咧，我係有機會，好有機會咧，係入咗娛樂圈嘅。頭先阿金國維唱嗰首《書劍恩仇錄》，嗱，我話俾你哋聽啊，呢個秘密咧到而家咧知道嘅唔係幾多個人。當年呢首電視劇嘅主題曲咧，你知唔知道有幾多個人唱？你問楊少雄，楊少雄都未必知道。知啊。你話俾我聽。鄭少秋同羅文啦。嗱，個答案咪錯咯。個答案咪錯咯。哦，仲有陳展安啊？就係因為我嗱，當年點解最後都唔係我唱咧？個原因就係你走音啊？佢兩個唔係啊，當日電視台監製係決定係揾我，但係佢兩個如果冇呢碗飯食，佢會餓死。我唔同，我有多個選擇，我可以簽瑞華，咁我咪俾碗飯佢哋食咯，係咪？嗱，我簽咗瑞華之後，我相信我同同學嘅相處時間咧，我都夠膽咁樣講。喺呢度，無論係校長、主任或者老師，我相處嘅時間係最長嘅。點解咧？我教體育，我星期日帶埋校隊。嗱，校隊咧，我係帶3個 grade 嘅 A、B、C。喺我左右嘅就當年 A、B、C 嘅同學都喺齊度㗎啦。佢哋係第一代嘅。嗱，我第1年帶隊。第1年參加學界，我哋係編咗喺 C grade， 即係第三個組別係最低個組別嘅。1年之後 A、B、C， 我哋攞個成績咧，學界體育協會將我哋升去 Division 1。嗱，我相信以往嘅記錄咧係冇嘅。咁樣我喺呢度咧，嗱，好難得，我教完咗校隊之後，咁校監咧就將我送咗過去土瓜灣校。我同呢班同學仔咧相處咗足足5、6年㗎啦。佢哋有啲 C grade 升上去 B grade， 跟住去 A grade。佢哋係連續踢幾年波。咁我79年過咗去土瓜灣校之後咧，我認得你，你叫做洪培英老師。嗱，好啦，我過咗去土瓜灣。咁我就橫跨咗2間學校，我嘅功能組別咧就由體育部轉咗去訓導處，唔止2間學校，我最後仲要過埋去大角咀塘尾道分校。嗱，其實都未算耐㗎。86年我哋學校雖然結束咗，86年嘅5月5號星期一，我記得有400幾個瑞華嘅中1至中4嘅同學，當然仲有部分老師啦，
李富鵬老師、胡潤強老師，嗱我唔數啦，仲有一大班老師嘅，就過咗去博運。咁所以我可以咁講咧，我同同學相似嘅時間應該係最長㗎啦。咁呢個咧，我亦都完全冇後悔到咧，係加入咗瑞華呢個大家庭，而可以參與今晚呢個盛會。喺呢度咧，已經係有人喺度。邊個夠膽撩你？我同百樂門老闆你講唔講？今日冇辦法啦，20幾年嘅同學冇見，即係今晚你要夜少少，至多我哋主席私人醒玻璃你識做啊？嗱，咁就聽得多咧都會沉氣㗎啦。咁就我上嚟，本來我嘅身份咧就係抽獎嘅，咁唔覺意講咗10幾分，自己唔記得咗。但係我而家突然間醒起咧，原來我身份係抽獎嘅。好啊，嗱咁真係好多謝呢一班第一代嘅校隊嘅同學，佢哋離開學校咧，其實同我一路都冇失散到嘅，完全冇失散到嘅，咁我哋咧就係耐唔中，咁佢哋後生仔揾隊波，佢都叫我出去踢。不過咧，即係似乎我落到場咧，有啲後生仔仲好似輸蝕過我咁樣，唔知點解。好啦，呢個時候阿 Sir 可以抽獎啦，好唔好啊？可以抽獎。係 ，thank you， 俾啲掌聲。咁仲有好啦，中獎嘅朋友093 20號台馬中柱002 Bobo Chan， 哇！呢個 Bobo Chan 喺 Facebook 好活躍啊。368吳玉玲，368嘅吳玉玲，哇！又有贏啦，094 Pat Lau， 點解可以有咁多張嘅？我又唔知有咁多張，知道我放一沓落去咯。好啦，仲有係045嘅9號台，045嚇 Pat Lau，OK。260 8號台嘅。如果我讀錯你嘅性別就唔好介意嚇，係姓龔啊定係姓葉咧？玉英嚇，仲有2245號台羅小薇，仲有232郭鏡強，078 14號台程潤林，045嘅9號台，045啊9號台嘅045，OK， 仲有。070 9號台廖雲龍，跟住落嚟就係091 20號台嘅鄧國芬。好啦，恭喜晒咁多位幸運兒，我哋俾啲掌聲我哋啲幸運兒啊！精彩時刻真係開始嚟啦！首先我想請李富鵬老師同埋呂虎星老師上台。好啦，各位朋友、各位同學，台上邊咧呢件風褸咧就係我哋校監同埋校長簽名嘅，底價100，有冇人出價？實名150係咪？我哋50啊，還係20啦嚇。嗱，舉一次手50蚊啊！好，周俊良200。周俊良喺邊度？喺嗰度，我見到啦，你放心啦。200，有冇250？有冇人高過200？有冇250？舉手嗰位幾多？200。係跟住羅倫士幾多？300係咪？羅倫士300，羅倫士250啊，350定250啊？350啊，羅倫士350啊！350啦，而家出到。又攞翻我平時拍賣嗰啲。哇！呢度，胡 Sir 幾多？胡 Sir。阿 Matthew。黃天佑幾多啊？朱 Sir 幾多？朱 Sir。400。朱 Sir 500。朱福來500，朱福來500。你係咪做妹㗎？嗱500。OK，阿朱 Sir 500。有冇多過500？ 550有冇人出？500一次，550蚊。550。咪住阿 Sir，我哋可以話俾人聽有幾多件先？一件先咯。一件，即係你哋繼續拍啦嚇。係咯，嗱550有冇多過550？好啦，550第一聲。550第一次。楊志雄老師。
第一次550第二550聲，有冇550第二聲，第二次第二次550第三聲數，550第三次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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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楊上嚟先，志雄老師，係因為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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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冇錯啦，唉，做拍賣今晚啱我啊！我好耐都冇拍賣啦，真係。OK， 嗱，為咗咧皆大歡喜，最高嗰幾位都有，即係話我哋朱福來 Sir 又有一件500蚊，多謝朱 Sir， 500蚊，多謝多謝，多謝多謝完先。好多謝500蚊，唉，上金先惠啊！係咪咁樣分配好啲啊？羅倫士350，羅倫士350啊，羅倫士。Lawrence，周俊良，哇，咁佢咪好抵200蚊。OK， 周俊良啊，我記得晒㗎，我讀稿讀咁耐咧，我係會記得邊個出過啊。羅倫士350，周俊良200蚊，朱福來 Sir 500蚊。去邊度收？算啦，你折翻呢個澳紙都仲係好平啫。OK。得啦，中咗啦，你哋中咗啦，中咗啦 ，OK。請阿雪兒主席。雪兒主席 chair。 share。 chair。 請你多謝呢幾位阿 Sir， 多謝，真係。係，仲有喂，今日最抵你師兄。唔係，仲有咩 feel？ Mavericks 冇出過啊佢。有啊。400啊。係啊。哎呀，我想暗盤幫你都幫你唔到啦，太多人證喺度啦。喺美國翻嚟俾美金嘅。美金啊，美金400，喺美國嚟啦，使美劍。美劍啊，好，得咗鏡頭嘅請上台影相，唔該，上台先。多謝。嘅 ，thank you， 俾啲掌聲我哋好冇 ？Thank you。好啊，嗱，最後5件啊。嗱呢次咧真係咧，其實咧我哋唔好計較嗰個金錢，因為咧所有你哋拍賣到咧都係帶翻落個會度啦，係多謝你哋，多謝咁多位拍賣朋友。好啦，呢件又係底價100蚊，給我100蚊，可以有冇啊？人多100蚊？有邊位？係我先啦，我愛100蚊呢件，唉，我認頭啊！好，仲有邊位？嗰度幾多？舉個 number， 舉幾多錢 ？Harry Lam 200，出定嚟啦，出定嚟。德哥300，德哥300，跟住仲有冇？仲有冇？嗱，100、200、300，仲有冇啊？仲有冇？仲有冇？有冇人再出？後監都可以。哇！後監係出1000蚊嘅，後監想包晒俾啲掌聲。請阿後監出嚟先啦，你一定攞得㗎啦呢件。後監一出就攞個大碟出嚟，邊度過嚟玩啊？啊，係咪？一次要俾2件啫，我係澳洲指定嘅美劍啊！好嗱，阿德哥可以出嚟先。後監請你出嚟，俾多啲掌聲我哋後監。啊，1000蚊。多謝後監。請上台。後監有2件啊，咁啊你可以中意送俾邊個就邊個啦 ，OK。我係咪真係要啃㗎呢件？最後一件你想100蚊納咗佢啫，我100蚊㗎。哇！你咁樣懟埋嚟500。哇！嗱，阿 Sir 我無價㗎。多謝胡校長500。多謝，俾啲掌聲啊！俾啲掌聲，後監校長，多謝支持。20幾年前喺呢個油麻地梁顯利阿李 Sir 剃須就籌咗一筆錢，就係賀宣明會啊。閃啊！喂，你交易埋邊啦，唔該。咁今日就唔到2位阿 Sir 去選擇，佢哋用乜嘢方法去幫呢個校友會籌款。我揀咗3隻音樂，呢3隻音樂咧就要佢哋一齊夾住一齊表演。咁究竟係邊3隻音樂？究竟佢哋表演乜嘢咧？有3個箱，同學投票，同學邊個箱捐得最多錢嘅佢就表演乜嘢。第一隻音樂。呢隻歌咧就叫做 T for Cha-Cha， 通常要脫衣舞先至唱嘅啫。跳舞我最唔掂喎，你玩我？
牌，大家拋個身出嚟玩冇乜所謂啦。OK， 第一隻就係跳呢個 sex 嘅叉叉，第一個槍一個同學攞出去先。好，第二隻音樂啱晒女虎星啊！逢星期三六就唔見佢嘅，就係港馬。講馬要揾啊許其新啊嘛。呢隻係得嘅。呢隻咧就係一個就講馬，一個就扮馬。OK。好，第三隻，哇！呢隻堅啊！我扮馬啊，你哋都。呢隻堅啊！狂野之城，識唔識扮郭富城啊？好，睇下有冇同學捐，邊個捐得最多嘅佢做邊樣？嗱，其實10蚊都可以㗎，其實幫翻個校友會啊。幾多顆心在野，幾多雙眼燃亮了夜，依依不捨，熱熱地不捨。嗱，而家喺個箱，陣間要數錢，咁我哋唔好嘥時間去下一個節目。咁呢個節目咧就由我哋曾經係靚女嘅，佢哋認為狗做咩打我？哇！而家都係係扒嚟。隻歌叫做《情花一開》。Hello ladies，準備，請留意歌詞。